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能够来到主的圣日，三合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主，求神甲咱同在，求神的灵来感动咱的心，叫上帝话语伫咱的心内产生迄个安慰、信心盼望的功效。互咱伫即个疫情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一个日子。圣经甲咱讲，咱伫世间有苦难，但是在只减只轻的苦难，特别成就将来永远的荣耀。感谢主，咱真有福气，因为咱是上帝的儿女，无一项代志有法通互咱甲上帝听隔绝。无论是苦难、刀剑，还是在饥荒各款的，还是赤身裸体各款的世间的问题，拢无法通叫咱甲神的听来隔绝，因为神的听是永远的。虽然咱逐个人也搁伫即个疫情当中，咱也毋知影什么时阵会结束。但是咱靠着主的恩典，有主甲咱同行，甲咱同工，咱就毋免惊。所以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你是阮的救赎主，你是阮的创造者，你是阮的活口，你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阮无论伫苦难当中，还是平顺的日子，无啥物人来影响甲主的关系，因为主的听永无改变。感谢你，今仔日阮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敬拜你的时节，求你借着圣经的一项人物，互阮对在因的成败是非。学习到属灵的功课，求主你帮助来带领。我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今天望高处而行。平心的悲，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救我，使我坚定，一心站在天上而起，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你的公路，非我所愿，常追之主，别人我愿，是请求主，让我祈求更高之处，求主救我，使我坚定，一心站在天上而起，我是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虽然魔鬼看见蒙公，属世生活不足其中，明心的问快乐生活，接受神的所过匆匆，求主救我，使我坚定，一心站在天上而起，我是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向生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光美景，如今我灵饥饿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主救我，使我坚定，一心站在天上而起，我
几个兄弟姊妹，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会接触到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物，有的是先知啊，有的是一家领袖，一家国王啊，还是一家文徒。毋知你在圣经人文当中，你认为倒一个对你有影响力？伊伫当时因的时代影响力最第大的是谁啊？可能有的人讲是阿是摩西啊，阿是大卫王大卫啊，阿是保罗，阿是其他的人。但是伫旧约内面啊，有讲到真侪个王啊，几十个王啊，有北国的王、南国的王。你认为倒一个王较好的王呢？今仔日啊，咱要讲到这个人物，我相信逐个人皆知影，这个就是大卫王的囝所罗门啊。咱今仔要讲关于伊的代志，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是所罗门甲圣殿的代志。所罗门甲圣殿的代志，咱拢知影，这个所罗门啊，伊是一个真巧的人，真聪明的人，真本事的人，真有管理的人啊！伊的伫伊的统治下面，伊的政绩啊，伊的成绩啊，是真辉煌的啊，真辉煌的，比伊的老爸佫较辉煌。那么，咱先来讲头一点，所罗门伊的一个背景。所罗门伊的年代啊，是伫主前公元前971年到931年啊，BC 就是公元前啊。伊做王啊，有40年的时间。伊是上爱囝呢，就是大卫王甲一个伊的妻子啊，叫做拔示巴啊，这拔示巴这一个女的，咱拢知影得到这个女的背景是啥物吼？啊，乃是有一日啦，伊伫大卫王伫这个楼顶哈，向下看咧，有一个女子伫遐咧洗身的时阵，就想要将伊得来。啊，摕来做伊的妻子，结果呢，就想办法来将伊的丈夫啊，甲伊害啊，甲伊害死。所以上帝责备伊啊，借着先知拿单责备伊，大卫啊，就认罪悔改啊。但是伊交这个妻子啊，拔示巴所生落来这个囡仔哦，叫做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就是大卫叫拔示巴所生的一个囝。伊被高立做王的时阵哦，是伊大概20岁到30岁之间啊。被大卫王叫伊这个啊，伊的祭司咯啊，爱安利啊，高伊做王。伊做王了后啊。伊认得伊是一个真正的人，无经验、无社会经验、无治国经验的人。伊讲伊是一个囡仔哩尔定啊，一个少年家尔定，无高雅的资历来管理国家。有一摆啊，上帝就向伊显现讲，伊讲所罗门王啊，所罗门啊，你愿意你向我求什么，我要赐予你啊！你凊彩求什么物件，向我求，我就要予你。你知影所罗门求什么呢？啊，圣经安尼讲啊，伊讲我做王啊，我是抑个是一个童子啊，是一个囡仔来的，无经验啊。所以求你赐予我智慧。啊，智慧，这个智慧有啥物
罗英呢，伊讲有法人可以判断你的百姓，有法人辨别是非，什么是对，什么唔对，不然啊，上啊有法人判断来管理怎做会在百姓人呢？因为当时这个国王啊，也是较咱亲像做审判官，在百姓内面的代志，有啥物争执的代志，就这个王啊来判决来判断结果呢，伊就救这款的王后来咱有一个故事，个两个妇人人咧杀钱，一个下仔囝，一个两个偏偏生一个下仔囝，一个去压死迄个人将迄个压死的人无压死迄人甲抢去落尾因地下咧杀钱，迄个亲生庙迄个生母伊这个囡仔是我的，迄个讲是伊是的，结果告到所罗门王头前，所罗门伊真挑伊毋能够杀钱今年你要一个囡仔两个人要分，哪有法通分叫兵丁掠去外面将个囡仔杀死迄个真正的老母动了慈心伊说无这个我毋得咯，我将你讨迄个咯。讨迄个，伊讲是伊的，就按讨伊咯，我让伊。但是这个所罗门王，所以判决是说，你讲这个话，这个妇人人要让这个囡仔讨另外这个妇人人你才是真正的老母你才是真正的老母结果就判这个人得到迄个我的囡仔。所以对这项代志我来显出伊的智慧聪明，抑个国家真侪代志伊拢真侪智慧知识，真侪知影的代志。那么当上帝听到所罗门伊是要求智慧伊说我为着要治理在百姓人要来审判在百姓人我应该就有高业的智慧聪明才有法人信，有法人互百姓人信任，才有法人管理这项代志。所以上帝就甲因讲上帝真欣赏你称赞你，讲说所罗门因为求这项代志，就是求智慧，就蒙主的喜悦。神对伊讲：你既然求这个代志，无为着家己来求血手，为着妇女，无求这个灭绝你的仇敌报仇的代志单单要求智慧为着是要来听来判断百姓。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予你聪明智慧甚至你以前会知人无一个人亲像你遮聪明的，你以后也无人亲像你遮聪明的。13节讲你所无求的，我也要赏赐予你，就是在富足、尊荣互你的日子互你伫世间的日子，伫列王当中无一个人有法通甲你比的但是上帝佫讲，伊说你若效法你的老爸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这个诫命，我就的确要互你长寿敢若是上帝，你若遵照我的命令在诫命律例去行，我就要互你长寿。为什么孤单讲到长寿？因为上帝知影，后来伊会找1000个跩妃嫔就是来讨王来用的
这个菲律宾啊，就是伊的妻子啊，结果呢，因为伊安尼结果伊的血脂毋是真长算起来伊才有60岁的血脂，60岁。所以为什么？因为太过放纵肉体欲望，结果呢，伊的血脂变低去。无亲像伊大卫王安尼遵行上帝的道，遵循伊的律法诫命，结果伊无安尼做。虽然伊有聪明智慧，做真侪国家的代志，真有成就，但是伊的生命无长等我到北京去天安门来故宫的时阵，看到清朝有真侪王真侪王。这个王活到几岁？这个王活到几岁？有的20-30岁就革命了，第一名。为什么呢？伤过放纵肉体但是所罗门后来因为建殿的时阵，伊的老爸大鼻王本来有迄个心愿要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因为伊个圣殿抑个真简单真破旧大卫王伊要为上帝做一座圣殿，但是上帝无允准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讲大鼻王讲，伊说你是一个战士拍战的兵你留了真侪人的血，所以你袂使哩，你袂用咧做来为我来建筑这个圣殿，因为这个圣殿是神圣的。那么伊佫讲，上帝佫讲，伊说你不可以为我做这个圣殿，但是呢，耶和华继续讲说，你的囝所罗门要为我做圣殿叫宫殿。伊讲你的家若是恒久遵守我的诫命典章亲像今仔日你安尼我就的确要坚定伊的国位，直到永远，就是王位，伊的国家的迄个宝座要坚定直到永远所以伊就将这个建造圣殿的责任互所罗门王来做。后来伊接受了这个代志，然后建殿的代志又开始批办材料，对北方石头咯，或者木材咯，这个茶咯在建筑的材料批办好势，佮用人安排人怎样来督工要来创这项代志，创这项安排真好势。之后呢，用7年的时间来完成建筑这个圣殿的代志，后来佮用13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宫殿的代志后来呢，建造了呢，伊就将迄个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迄个约柜是金做的这个箱内面有3项物件，就是摩西的10条诫命，叫亚伦的迄支拐发芽的拐，还佫一罐的金罐内面有这个玛纳，这3项物件这个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本来就是伫别个所在，落尾甲伊运来对大卫城就是这个锡安运到圣殿内面。当一个约柜运来遐个时节然后就看去一个圣殿内面充满了着魂充满着魂甲神的荣耀充满了伫迄个圣殿内面
这个景象呢，是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代表什么呢？上帝荣耀。所以伊建造这个圣殿的时阵啊，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啊。那么建造了呢，所罗门就为这个圣殿来祈祷，为圣殿来祝福啊。伊的祈祷文真长哈。然后呢，伊个来献祭啊，叫做祭司来献祭，献平安祭、燔祭、甲赎祭啊。那么伊献平安祭的时阵啊，圣经讲啊，伊献了牛22000只的牛，甲12万120千，就是12万只羊啊！哇，遮多献物啊，遮牛羊啊，充满了迄个所在啊，甚至无通堆啊，就走去另外一个所在哈，伫附近一个所在来献祭啊。那伊做王了后啊，伊成绩怎样呢？先伫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真辉煌啊！圣经记载啊，伊所罗这个所罗门王带领下面啊，以色列的国土啊，就是伊的版图啊，伊的领土，伊的国界啊，扩大真多，就是大卫王时代的5倍啊，无紧笑啊，伊的国界扩展真大，5倍。伫大卫时代的5倍，那伊的名声呢？因为国家的名声叫所罗门的名声，传啊较真侪四周围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伊也真聪明啊，真会晓咧真侪款的知识啊，所以真侪四周围的这个王咯这个女王咯，还是这高官真有名望的人啊，拢来访问伊并且送伊真侪物件，因真侪人对真侪代志未明白的，来向这个所罗门请教的时阵，所罗门就一来甲因作答来答复因所要疑的，那就做因的先生一样所以伊的名声传真侪所在因佫来是这带真侪宝物、金银财宝人来进贡就是摕物件来送这个国家，送这个国王。伊佫伫迄个做王的时阵改革政治图国泰民安伊伫经济顶面、政治顶面、军事顶面拢真富强圣经形容所罗门管辖下面伊的金银财宝多艰苦算，非常非常的多咱用咱即阵的金的价值就用一寡时间去算，才有法能算出来偌济。那么伊的银形容说，较像普通石头哩，满地迄是石，较好个银亲像石头遮多伊的战车有1400吨有的马兵有12000，2000名的马兵。所以伫伊管理内面无论伫经济、伫这个国土、伫政治管理百姓顶面佫真聪明真巧管理这个国家，有组织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伫伊管理内面非常的富强这就是伊的功绩但是到较侪岁、较年老的时阵伊就变质了。为什么变质呢？伊就离开了上帝伊失败了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圣经讲伊讲伊娶外邦人的女子来做妻，来做伊的太太所以圣经
圣经第11章王上11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王的查某囝以外，伊带法老王这个埃及的法老王的查某囝做妻子，又搁听通真侪外邦人的女子就是外邦人这四周围的这小国这国家这少数民族亲像摩押的女子阿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的女子、赫人的女子，这四周围的这女子来做伊的妻子然后呢，圣经佫讲，说论到这国的人耶和华不经过因晓有以色列人讲，伊说恁不可甲因来往相通，因为因的确要引诱恁的心，要诱惑恁的心，随从因的神所罗门却去贪恋去恋爱这女子这是一个真危险为什么呢？当你带因的太太所生的囝到这个妻子伫咧掌管甚至将因的宗教带来到家庭内面所以因的妻子叫伊所生的囝来敬拜在偶像，所罗门对因安尼敬拜。圣经佫讲所罗门有在妃嫔妃就是正太太以外在较低一级的在女子伫咧服侍伊的，有妃700个，有嫔300个，拢是公主无紧少毋是普通的女子计有名望计是公主公主是别个王的查某囝所以圣经佫讲，伊说跩妃嫔引诱了伊的心本来伊的心是归上帝，尊崇上帝的家私的，但是当带了跩妻子来的时阵，因就拜，互因迷惑去了敬拜偶像。所以圣经第4节佫讲，所罗门年老的时阵，伊的妃嫔伊的跩妻子1000个来引诱伊的心去尊地别个神无效法伊的老爸大卫王，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伊的神，无亲像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但是这个所罗门王带在外邦人的女子影响到伊敬拜神的迄个真心就离开了上帝了。这个人敬拜偶像伊的心拢归途离开了上帝了，心结伫歹偶像帝了。因为因伫咧敬拜偶像的时阵有肉体的罪恶在性交这个男女乱来你行在罪恶的代志在外邦人因的生活计是安尼有这个同性的恋爱，有这个性交的，就是动物叫动物性交的代志男兼男，女兼女在这个乱伦的代志母囝乱伦，白查某乱伦因拢是安尼做，所以当这个人放纵敬拜偶像，伊放纵伊的情欲就犯罪了，也伊的百姓人无纯洁了，因为上帝爱选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将因成做这个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但是因犯了罪了，所以有几项代志咱应该得清楚。因为所罗门后来离开了神，去敬拜外邦人的神所以上帝发生气圣经讲神的发怒
就临到他们，就临到因神互因就从因的国家本来是联合的一个国家，真强、真富强的一个国家，但是从这个王犯罪了后，因的国就愈来愈落去了。最后呢，当这个王所罗门王离开世间的时阵，这个国家就拆做两个国家，分做北边的国以色列国，叫南方的这个犹大国，北方的国大有10个族以色列的10个族是真做北方的族。伫建立国的时阵，因有19个王轮替一个人死了后落来，一个人起去坐位，搁一个人死了后，迄个王死了，搁一个人起去，有踮遐沙台篡位这代志因在每一个王皆敬拜偶像所以以后伫在国王带领百姓犯罪以后因伫720年BC，公元前720年里，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就灭亡了灭亡了。那么南方的这个国家呢就是犹大甲便雅悯族这两个族来建立这个犹大国。犹大国因有20个王来三轮替到这王也是犯罪敬拜偶像，乱来交外邦人的女子通婚，一直到586年公元前BC， 巴比伦王上帝就差遣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来侵略因，将耶路撒冷毁坏，将圣殿毁坏。圣殿内面的金银财宝在物件拢总抢空，甚至将因的百姓俘虏去因的国家，掠去做奴才，掠去来服务这个巴比伦国。所以咱来看因的历史的时阵，本来是一个统一的王国。现在分做两个国，最终呢，到落尾这两个国皆灭亡了。所以这个国家每一个因地还佫存在的时阵，灭亡以前这个国王起来上台坐王位，无偌久落去，佫一个来接替，安尼起落，一个王接一个王，拢是歹的王大部分。但是虽然是安尼但是咱通袂记得一项代志，一项什么代志呢？就是虽然地顶有国王甲伊的宝座，而且这王佫是歹的，但是毋通袂记得天顶也有一个永远的宝座有一位王就是耶和华上帝坐伫宝座顶做王，伊是永永远远坐伫宝座顶的所以先知以赛亚伫第6章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安尼讲，伊讲当乌利亚王死去的时节，崩就是死去的时节，迄一年以赛亚伊说：“我看到耶和华我的主坐伫关关的宝座顶。”意思就是这王死了，无伫宝座顶了，但是伊先知还佫看到上帝坐伫伊的宝座顶。所以虽然地顶的宝座会停止，会变迁。但是上帝宝座伫天顶，永远的袂变迁。上帝定定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地顶的这宝座、这做王的人来遵照上帝旨意，行上帝的律法典章那么因的国家就会太平
就会兴旺。每一摆因的国家的国王做歹离开了上帝去敬拜偶像的时阵，因的国家就衰败，就混乱就有一日会灭亡。所以现在咱伫咧读这个以色列的这历史的时阵，读的时阵，咱毋是要学习因的历史，主要是要叫咱当在历史咧进行当中咱要看去上帝伊的这个拯救的历史，来救世的这个救赎的历史就是 the story of the redemption 就是咱如果就是咱要看因的历史，这个拯救拯救的历史，就是这个救恩这个救赎工作是怎样进步，怎样来发展的最后是怎样来完成这个上帝的救恩的那么神所竞选的这个大卫王头一个王第二个王伊合乎神心意的大卫建立了神正的王国的时阵，什么叫做神正的王国呢？虽然是经人来做王，但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旨意甲神的律法成做因治国的中心。所以上帝就借着选调一个人来做王，来建立一个王国，来治理上帝的百姓人。那这项代志呢，就是来预表什么呢？预表了弥赛亚的王国。将来弥赛亚要降临的时阵，伊要做救主，将来有一日伊伫耶路撒冷要做王坐伫宝座顶，就是这款的预表是这个王位甲这王是预表弥赛亚的王国的意思。但是咱看每一个王拢背叛了上帝，甲上帝为敌。就是咱看在真侪王甲上帝为敌犯罪就是咱看去以色列的历史啦。所以伫这个所在，我看去人会败坏，人会堕跌，人对神的心毋是真心的，常常会改变的。但是当咱用这个救赎上帝救赎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还是列王记上下，咱就发现到，虽然人背叛上帝因败坏，但是神并无废弃了因的王位。迄个王位还在对，虽然人会换，但是迄个宝座迄个王位定伫咧伊是一步，上帝是一步一步来叫因来继续落去，这个王位继续落去神所以会安尼做就是因为上帝是这个守信实的是信实的上帝，因为伊过去甲大卫王立约，伊说要互伊做王伊的王位要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宝座这个王位就继续落去，一直到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这个王的降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伊降临伊是王。所以咱当咱咧看耶稣的这个家谱的时阵这族谱的时阵，怎样讲头一句说亚伯勒的后裔，亚伯勒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意思就是说，伫王的族谱内面耶稣伫这个族谱内面的其中一分子一直到这个耶稣降临要救赎世间人来实现上帝的拯救救赎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个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阵，开始真好势但是当因犯罪的时阵
所罗门的王的这个所罗门王伊建的这个圣殿呢毁坏了，毁坏了。上啊，甲毁坏呢？尼布甲尼撒甲毁坏了，将人掠去了。到因倒70年了后，佫倒来的时阵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伊对巴比伦倒来时阵，继续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伫这个536年BC 重建。后来呢，有一个叙利亚的王，佫再来甲毁灭甲毁灭，冲歹毁坏这个圣殿这就是167年BC 就甲毁坏了。第三个圣殿是耶稣降世以前的一个大希律王，开始佫重建伊伫19年 BC 开始动工建造一直来个用46年的功夫来建造成功，所以伫主后的9年这个圣殿的完成。后来完成了后当耶稣出来做工时，这到门徒伫看到这个真宏伟的这个圣殿的时阵，耶稣讲这个预言讲，将来这个圣殿的在石头无一块石头伫石头顶被人压落来，无一块石头跌伫石头顶，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预言，当时的门徒唔知影什么意思。后来公元70年的时阵，当罗马兵攻来耶路撒冷的时阵，来烧圣殿的时阵，跩金银去扬落来，摔伫跩石头旁内面。结果呢，跩兵就一块石头甲你压去，将迄金推倒去。所以这个主耶稣会应验伊的预言就是无一块石头贴伫石头顶。这项代志，到第4个圣殿第4个圣殿是啥物呢？咱一阵唔知影一阵耶路撒冷的迄个圣殿这个 mosque 伫迄个山顶，但是是穆斯林的圣殿回族的回教徒的迄个清真寺真大，伫遐误去着。但是迄个毋是圣殿，迄个是将个外族人的清真寺有一日上帝要搁再伫遐建造圣殿，当伊建造了后咱就知影耶稣第2次降临伫这个世界了。耶稣要进入迄个圣殿内面所以就是圣殿的家庭但是咱今仔日无圣殿耶路撒冷也无圣殿但是保罗当咱跩信主的人，向跩信主的人讲一句话，讲几节的2节圣经安尼讲，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20节安尼讲，是咸毋知影恁的身躯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就是对神来的，点伫恁的内面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因为恁是用真重的价钱重价真重的价值买来，所以就伫恁的身躯顶面来荣耀神。咱看所罗门的圣殿无荣耀神，因为无荣耀神所以这个荣耀的圣殿变做无荣耀了，土人弄歹咯。咱今仔日有主耶稣伫咱的内面，伊讲咱这个身躯是圣灵的殿，咱就伫这个身躯顶面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求主帮助咱求伊来用咱这个身躯来荣耀上帝的名，来引带人归向主那么咱看
后来啊，这个所罗门王吼，伊年老的时节，伫罗马站的时节啊，伊写了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哈。伫在伊的写作当中，有可能看出伊的人生观改变了。顶摆是伊来物质、肉体的享受，哈。现在伊的人生改变了，所以伊看世间吼，伊追求的吼，无搁再是伊在物质的物件，诚做伊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伊看淡了这个世间啊，伊说虚空的虚空，人间一切的代志拢是虚空的，今仔有明仔无，吼世界直直改变，所以人的心内无满足。当这个人的心内无上帝伫伊内面，无主的生命伫伊内面啊，伊有了全世界的享受哦，但是伊袂感觉快乐啊。正像这个大卫这个所罗门哦，伊要享受有1000的妃嫔，互伊做太太，伊较加嘛袂长迄手，因为伊无照上帝的话来行，伊才活到60岁，但是后来啊，伊看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独着敬畏上帝，以上帝诚做中心的这个人生观吼，伊才有满足的人生，满足的内心，才蒙主的喜悦，伊才有可能借着伊的生命来荣耀上帝。今仔日咱以所罗门诚做咱的境界。所罗门对头开始的时阵，敬畏上帝，尊上帝为大，顺服伊。但是到后来啊，有头无尾有头有中头离开了上帝，到人生的落尾站的时阵，伊才反悔过来，归入神来荣耀上帝。咱今仔日是毋是安尼呢？是毋是所罗门诚做咱的境界呢？咱是毋是一生一世来跟在耶和华上帝，跟在主的脚步，一直了到见主的面呢？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你借着所罗门王的生命，叫伊所做的代志，诚做阮人生道路、十字架道路的榜样甲境界。求主你帮助阮无亲像这个所罗门安尼，有迄个开始，伊的结局是无好的。好得伊伫最后的日子当中，反悔来归入上帝，伊的人生观来以敬畏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观，伊所写出来的在诗歌，就可能造就人、帮助人。求主，你也是祝福阮在属于你的行里，在世间的时阵，怎样来荣耀你的生命？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